咱看一下顶回上尾啊只107页。这个大咱看。你怎样？好啊，袂啦。刚刚我被同学烧后来讲袂煞诶，你把条去上课而已啊。来，你按台湾4科院灯号4周围受到洋流的影响。虽然另有讲过吼，咱夏天的时阵，因为迄潮的主流，一年四季啊，拢是安尼，会赤道遐起来，啊，会赤道遐起来。然后伊的支流啊，因为咱夏季的是一些西南季风，所以伊嘛是几只过，佢食咱定的爱早顿去啊，卖一边上课一边去落啊。他要变。不是吧？他那个小，就是他带，他觉得现在年轻人，哎，你觉得你会吹吗？对啊，太上。上吧。交流。对，给食物件的，我啉1分钟调料。给你1分钟也不吃。好啊，开始上课。再吹一下。调料未啦？调料未啦？调料了。我计着呢，啊。因为啊，都爱上，你1年级的分会嘛上过运动身体好。啊，你要身体好啊，除了运动之外哈，可以注意上，要注意啥？要注意饮食。饮食对。还要吃什么？吃水果。他不能吃什么？不能吃太油的，然后臭豆腐。不能吃太油的，然后要吃水果啊、蔬菜。然后来讲做简单的分辨哦，什么健康的食物，什么是不健康的食物，要分辨很简单，好吃的东西都不健康，健康的东西都不好吃。好像是这样。好有道理。有一种物件哈，有一种东西经常被忽略，但是影响健康很大，就是糖。糖是百病之源。糖尿病。糖不只包括糖果、精致淀粉，最后就是变成糖。所以卖讲我啉珍珠奶茶，我点迄个少糖微糖的，还是你点无糖的，内底珍珠是啥？黑糖。是淀粉，它会转化成糖啊，这是用恶鬼啊。而且它是纯淀粉而已啊，无其他的物件。我迄个我台人，你做无用呢？你知台人我们叫全糖制嘛，对不对？
你知道去台南的话，点那个饮料点无糖会被判刑，是吧？违法的哦啊。那个全糖就是全部的糖，你到台南点饮料，全糖就是全部的糖，半糖就是先加一半再加一半，无糖就是无法再加糖。好，你早台南人吼，食迄酱油膏吼，酱油膏甜的，所以台南人哦到外县市去吼，你来到台南就讲把酱油膏安尼压落，这个物件拢啊袂下，因为在台南习惯，所以我比台南就夸张了哦，全糖式，所以啊，你到台南去啊，你驾车里楼林哈，骑摩托车在后座哈。你拿一根竹筷子哦，在空中挥舞哦，就会变成一支棉花糖。然后我老公，那有什么？我上次那个 GPS 坏掉哦，我就跟着蚂蚁就回台南，就倒，因为爬去糖的地方。我因为辟谣讲，那个说台南哈、小吃加太多糖哦，这其实是错误。台南的小吃不加糖，因为台南只有一种小吃，就是糖，然后它会加各种配料。你可以去点珍珠奶茶，你可以点蚵仔煎，你可以点鳝鱼意面当配料。你喜欢不甜的就多点一点配料，喜欢甜的就少点一点配料。所以台南的小吃啊，根本不加糖。他们在讲不争取，糖是百病之源啊！假上面吃什么东西健康？还不我讲过嘛？蔬果嘛。他们蔬果内底上好的是啥？我拄爱昨看给影片哦，那个日本，你看日本长寿国，日本的医生票选出来前10名的健康食物。我记袂起来，无我会记你第一名，就是恁讲，红果啦。第2名会使安怎？鱼，日本人爱吃鱼，所以日本是很著名的长寿国家。但是我认为爱讲过啊，鱼啊，食啥物鱼？伤大伤细莫食。然后鱼里面啊，好的鱼不一定贵，鱼里面含丰富的油脂，那上面 Omega 6那个好的油脂的鱼，前3名，其中2个都很便宜，一种为秋刀鱼，一种为青鱼，青色的青啊，鱼字旁青色的青，那个鱼都蛮便宜。当然台南的名产虱目鱼，迄嘛袂歹，因为养殖鱼类，物件生态的关系。好来，所以咱讲这啊，跟咱渔产有关系。黑潮未加过来，夏天的时阵，西南季风未加过来，按要到寒啦，冬天的时阵就得病啊，东北季风甲中国沿岸流。吹过来，所以中国沿岸流老贵家逼使的这个黑潮的支流不会再通过台湾海峡，它到恒春半岛这里就转向南海。所以咱这恒春半岛因为有黑潮的支流，所以才有恒春这个名称。一年到了比较华人的时阵，气温啊，温度还蛮高的。咱讲过啊，伫冬天的时阵，因为东岸加黑潮的主流行过来，西岸加变成沿岸流过来，所以港纬度的所在，这边会比这边温度较高，比较温暖，因为这是北方寒冷的中国沿岸流下来，加黑潮的主流是温暖的。好，这是咱因为讲的洋流吼，咱要补充一下。来，看4之2全球变迁。
研究变迁。咱后壁咱拢是讲着讲，咱想到要有地科啦，依照我咧读册时阵好像还没有特别把地科抓出来，变成一个科目，就在自然里面会提到。想要来给这个地球科学，所以我近年讲过啊，地科这个研究啊，在最近几十年20-30年研究很多，因为咱感觉咱的地球啊太严重了，我们再这样搞下去啊，地球上都不能住了。好，那为了环保，为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来研究自己的地球科学，所以路尾这全球变迁这一概重要的。所以咱来看全球变迁啥当然地球，你啊，咱地球顶完啊，就是讲无法度大人啊，对地球一点影响也没有。当然，重新又回到冰河时期，整个冰冻把地球整个封住，或者我们海平面上升，到所有陆地都淹没，对地球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人类可能待不下去，会死一大票的。就算没有完全灭绝，也会死一大票。所以这开始大家咱来关心第一个就是温室效应造成全球暖化。来，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温室温室给咱大气层，阳光照落来，到咱地表会反射等于的过程当中，咱的大气层就像温室的玻璃同款咱的温室啊，咱想要起温室，其实咱无啥需要温室，咱台湾无啥需要温室。无你若像喺北欧迄种国家因若要伫咧室内种一寡迄个植物，因就需要温室，因为因若做迄热带植物因咧伤寒，种袂活，所以要起温室，就是用玻璃罩盖起来，里面温度就会比外面高很多。假如阳光照进来，出不去，为什么出不去？阳光照进来，咱阳光有啥物光线？咱阳光以光线的频谱来对，恁理化学过迄个光嘛，光是用电磁波嘛，电磁波范围很广啊，可见光只是其中一部分啊。可见光频率再高一点会到紫外线啊，频率低一点会到红外线啊。所以它照进来，什么光都照进来，照到物体的时候，也以红外线的方式，红外线可以用热射线，烈型窟窿它发出红外线啊。咱的迄个额温枪想要量你的体温，那个侦测你这个温度，你就会发出特定红外线的波长，你把波长转换就变成你的体温，安尼知影无？所以哔哔一声，你就知影你的体温偌悬啊。所以相同，有温度照来，地面温度升高，以红外线的方式往外辐射，结果到大气层。有迄温室屋顶的好个，从把迄红外线炸落来，所以把伊的热量保留在大气层内底。因为咱的大气层有温室气体，咱若无温室气体，咱的今摆的温度会少10几度，不能住的。不然这个问题是温室气体太多了，导致我们平均温度上升。平均温度上升，所以咱在上面是温室气体，想到温室气体也太多，来像，咱有做侪种温室气体，就咱在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水蒸气嘛，是温室气体不过我们人类的增加跟水汽的增加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听懂吗？那人类增加，基本就热气。来，第一种 CO2
二氧化碳为什么会增加？啊，呼吸太急促，燃烧嘛，燃烧化石燃料嘛，石油嘛，好，石油嘛。等下你刚才讲，按哪用核能发电的，无这种啊。哎，这有规定哦，核能发电这处理燃料棒弄的时候，你也是要先起的哦。这个碳足迹也不一定会减少多少哦。好，当然有污染，那个核废料的问题啦，这个也是要解决的啦。来，冷重，讲完 ，CH4，这里怎么来的？哎，按哪来？反刍类动物排气啦，尾领放屁啦，打嗝也是啦。反刍类动物的牛跟羊，按过来，我们的畜牧业里面养牛很多，因为你们都喜欢吃牛排，有没有？牛排好不好吃？好吃。你喜欢吃什么样的牛排？嫩的还是硬的？啊，是那种入口即化很嫩的呢，还是咬不断的？我觉得这很奇怪，我们牛排都喜欢吃那个很嫩的，不然咱鸡吧哈，你喜欢吃那个很嫩的软趴趴的鸡肉吗？不喜欢。我们去买那个土鸡哈，放山鸡什么，黑龙都结实的对不？我们觉得鸡肉是那种肉结实的好吃，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牛肉哈是要很嫩的才好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法呢？所以动物跟人赶快嘛，你有运动，你的肌肉的结实嘛，你无运动，你的肉就软趴趴的嘛。所以咱土鸡啊是安怎？遐贵，其实土鸡啊是放山鸡嘛，满山遍野跑嘛。你若无好走的，无好走的是啥？生蛋鸡对无？你看咱咧饲咧生两个鸡啊吼，偌可怜。笼式的鸡哦，一张 A4 的纸大小的空间里面有放4只鸡，平均，结果那个鸡哈几乎都重叠了，你知道吗？重叠一个互相啄来啄去，因为这样，它不是让它不运动，因为生蛋鸡的目的就是要生蛋，一个月生的，当然你一个空间内底让饲愈多愈好，所以伊饲愈多，不过问题是你客吼，你人若无运动，个搞破病，容易生病。动物也一样啊，一个搞破病，个会互相啄来啄去，因为太急了。所以你要让它不生病，知道怎么办？打抗生素啊，就打抗生素。所以小卵后那个放牧式的鸡卵会较贵，就是咱鸡卵有做侪种的哦，迄种叫笼式的，咱有平式的，就是咱也是在笼里面，不过它在笼里面它可以空间比较大，还有放牧式的，那个成本的越来越广。生蛋鸡如果有一天不生蛋了，你知道它卖到哪里？卖到做香鸡排的。你吃那个香鸡排的鸡块，那个整片的，就是生蛋鸡不生蛋来的。因为香鸡排，你只要外面炸的酥酥的，就很好吃了。它那个很便宜啊，所以伊无可能塞着土鸡仔去，甲你做香鸡排啊。所以，迄生蛋鸡袂生人啊，可以处理。变做卖迄个香鸡排的，对吧？不然你想看卖咱的牛肉
我们的牛肉要很嫩哦，所以你要那个牛肉很嫩，你只要牛常常运动，它的肉就变结实了，就不够嫩了。所以上好你就卖好运动，卖好运动就是你要安怎？你的饲牛的空间，就拄啊，互伊身体一样大，卡在那里，它的头只能抬起来，弯下去吃东西，再抬起来，再弯下去吃东西，这样它就不会运动。好，而且伊食啥，遐嘛有影响。你若去迄个买牛肉吼，大概有几个来源啊？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纽澳啦。你知道这两个牛肉的差别在哪里？美国的牛肉是那个谷物饲养，纽澳的牛肉是牧草饲养，这嘛影响伊的肉质哦。好，所以我们大家太爱吃牛排，所以咱就饲足侪牛了吼。咱爱饲谷物，所以咱爱种植那谷物的面积。啊，这个，好像我印象中啊，将近可以喂饱20个人的谷物，转换到牛肉，可以喂饱1个人。啊，你要产生可以喂饱1个人的牛肉，你要消耗掉可以喂饱20个人的，将近20个人的。啊，当然不是叫你吃菜啊，不是叫你们吃素啦。所以我们这给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咱讲的素食日还是无肉日？这嘛是为环保去考量的。肉吃太多也不好啦，当然肉里面有一些必要的蛋白质。应该无人把牛排做三顿食，庙一个摆一食，应该牛排就做好啦。为牛排做贵的。饲做的牛啊，咱的食完的伤济，造成全球暖化，畜牧业还有使用化学肥料。二氧化碳是咱砍伐森林，咱地球支配是谁？亚马逊的雨林嘛，占了好像1/3的，但是就是为了养牛、种黄豆、谷物，所以把雨林砍掉。雨林砍掉不是算说少多少面积，是每秒少多少面积来算的。它是毁灭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这种可行全球暖化。全球暖化来看110页，第一讲咧，南北极的冰川融化，咱的海平面的上升。沿海所在啊，会淹落，若海岛迄个南太平洋拄好有共和国，总规个岛总伫水平面下，变成气候难民，总管理纽西兰，本来这个国家的人因为没有国土了，所以就并入纽西兰。来，不是安尼尔气候改变会使得异常极端的天气发生，几率升高。你很难想象说全球暖化也会造成暴风雪的频率增加。暴风雪是一种异常气候，等于说你的气温升高之后，各种异常气候的因子都增加了，所以只要是异常气候，不是只有下大雨、台风而已，连暴风雪、干旱、森林大火，这种频率都会上升，而且愈来愈严重。包括物种的迁移啦，物种的迁移会造成传染病。本家咱家无这种生物，无这种生物带来的病、细菌、病菌。毋过因为物种迁移，比如说温度升高，结果东南亚一带本来要高温才能
生长的蚊虫，它往北移了，移到比较北边的地方。你若原地有诶，你身躯可能有抗体，啊，毋过你若接触到新的来，你无这种抗体，你拄开始你会可能会很多人，甚至很多人挂掉。所以这虫害嘛，可能影响到你的作物，所以这些东西造成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混乱。后来，咱台湾已经造成了冲击，莫拉克台风，莫拉克台风恁那袂出事的吼，民国几年？2009年，你们几年生的2009年。啊2009。几岁？还没出生。5岁出生的。刚好出生。对，刚好出生。我还讲，其实我7月生。莫拉克风灾吼，负1个月大。莫拉克风灾偌精彩啊！确实靠腰。我套再来好好吼，那你地下室出口哦，全部都是水。我们水整个，我们全部地下室装满水就对了啦。有过来老师的车，每步推出来，我都爱野卡，那时候我的野狼还在地下室。因为我车开走了，我野狼在地下室，我的野狼就变成水狼，然后我被抽打了变热土狼，卫生区往冲。迄阵咱三期校舍，那一年的三期校舍都爱去起，都爱起，爱地基地基铺落，结果迄发风灾让它变成蓄水池。哪个老师？我有人讲过，伊早伫三级校舍还未起的时阵，干嘛迄第一冲啊？竞菜，那是菜园，有老师跟志工妈妈在那里种菜哦，还有收成，还有打盆架。后来大家太爱读国昌了，结果没有教师，很多人不能。不然，然后像现在19班，你少了那3期校舍的话，你一个年级最多到13班，而且一个年级到13班哦，已经把所有的那一些4楼那一些专科教室全部当成教室了哦。现在4楼哈，第一校长是老定型体5人丁，现在在特别教室，图书馆那边图书馆的上面。不是有2间很大的那个教室，那时候都是班级教室哦，所有专科教室都变班级教室了、哦，因为教学无够。迄阵，咱俩小拢水，迄阵叫迄大台抽水机吼，抽了1、2天吼，才把它全部抽干哦。抽干下去啊，真的满目疮痍，还请了那个海军陆战队的弟兄来帮忙清。咱家搁好诶，迄阵迄个纳马夏啦、小林村啊，规个村都爱去土石流域去冲澡呢。所以你去纳马夏，迄个纳马夏国中是后来灾后都重建的啊。我们国昌之前有一任校长黄世哲校长，迄阵恁阿袂来，他有出唱片哦。他怎样唱片？他是博士歌手校长哦。那时候好嗨哦，你知道那时候那个什么教师节庆师还有什么校长是歌手呢。那时候他上媒体还是博士校长歌手。不过他后来生病了，后来这个风行配底下都重要。他后来从国昌退休之后没多久就
应该是也是心脏方面的问题，然后就倒下去，刚开始还昏迷，现在好像也是在卧床中，也是在卧床中，所以我怎样讲，身体健康最重要，安怎拢，他本名叫王世哲，他们跟他的艺名叫黄乃，洪乃，他的那个艺名是陈磊啊，因师兄陈磊来的。所以这，我是查到他的名字。可以去查他的名字。李垂哦，他有出过专辑啊，我还有买，我还有去他的签唱会，我还买2张那个 VCD 的，李查，老来子的啦，黄乃，校长歌手，所以迄个咱哪啥物校庆啊，校音乐会啊，教日也庆师吼，迄拢免请歌手的，校长家己就歌手啊，自己就上去高歌一曲，伊唱台语歌，他是台语的，而且他是很传统的哦，那他是台语美声学派的，你也将来来，113页永续发展。来，咱看，所以咱为了减缓这个全球暖化，咱订京都议定书，然后订巴黎协定，咱各个先进国家因为限制太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都谁要退出，以美国为首就退出了还有些是没有在遵守的啦刚开始就没有加入了你有人不加入，大家讲好不加入遵守就倒霉了对吗？马龙侠呢？它发展就不好了来，所以咱来看一下来113页这了解一联合国17项永续发展目标。这你唔免背，不过你爱知影者。来，咱看一下，第一，消除贫穷；第二，终止饥饿；第三，健康与福祉；第四，教育品质；来，性别平等、净水与卫生、可负担能源。这个用什么风电啊、光电啊这种就业与经济发展、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永续城市、责任消费与生产、气候行动，这个咱这一章讲的海洋生态，安怎食鱼啊，因为讲过啊，然后陆域生态、和平与正义之路、全球伙伴。这有的你没有觉得什么，你没有觉得终止饥饿有什么？哥我来讲，你今天如果吃完这一餐不用担心下一餐在哪里你已经赢过地球上可能90%以上的人，是这么富有。你只要整个非洲大陆多少孩子就是这样，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所以，我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以地区来讲，我来讲，我前几天跟我小孩讲，要说你们这一代生不逢时，也真的是有这么一点。因为我们台湾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你知道这一段时间连人类历史来说，比战乱跟和平时期的比例是蛮长的。人类的历史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战乱、流离失所度过。但是，大家有心理准备。你如果稍微关心世界局势，
的，你就知道我们要迎接，我们要一起迎接巨大的变化。会怎么变不知道，但是肯定是巨大变化。接下来会有什么影响？不知道。我今天也跟我小孩讲，我大女儿在台北，我只告诉她，你如果明天一觉醒来开战了，不要太压抑。战争起来，你不用觉得压力。我们现在就是时机点，你今天压力，但是你稍微知道现在的世界局势，就知道这不是假的。好，你嘛规工哦未食嘞，不过你要有准备，你要有准备。当然，你们还但是，有时候跟家里讲一下，准备什么？基本的东西啦，家里维持3周的存粮饮食，个人带着走的3天粮食跟饮食。不一定有战争啊，有当时有地震，好可怜。所以我们地震这种频繁，你的身边睡觉，你有没有可能睡起来被活埋在土里？你随手可及，有没有可以拿到的紧急救难包？你有这种准备？你莫动这哦。我讲的啊，大家拢感觉乐透的几率遐低，我拢一定会得头奖。地当的几率遐悬，你拢讲我袂遐衰，人真是无可救药的乐观。